做这个抽水站是要到沿航的抽水站，抽沿航的水，还有那个东桥过来那边，现在正南山路那边做的那个盘箱是从东桥然后流到这边来，所以现在我们沿航还今年还是那几条街还是淹水，所以看做这个抽水站会不会改善。做这个抽水站呢，最大的就是我们沿航里的排水问题啦。这里的是比较低洼地区，所以我们要设置抽水站来抽水。之前已经有永康抽水站，还有永康东抽水站，这样子的抽水能力呢，对低洼地区是有不足了，所以市长就跟国土署来争取经费，争取了3.94亿元来办理这个应对抽水站。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整个沿航地区还有那个正南山路下来一个低洼地区的一个积淹水。市长在跟区局长的合作之下，持续的跟中央来争取经费上的补助，后续还有相当多的治水预算会拨给台南市政府来完善整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治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启动。台南市永康区延州抽水站竣工启用。这个延州抽水站，事实上，是每秒钟可以抽26.5 CMS， 也就是每秒钟抽26.5吨，非常大的一个抽水量。那应该可以保护面积有达到76公顷。这么大的面积，我相信对于永康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会有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人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希望面对极端气候，我们尽量做可以让那个沟渠不要阻塞的，这些是民众可以做的就能够拜托我们民众来配合。抽水机量能再大，但是如果抽水管线不通，或是沟渠阻塞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会全力的把该清的沟渠、该做的这个水利设施能够把它做好，希望能够让台南市不要再受到水患的这个侵袭。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10月28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顶礼拜假日时台南市区有40场大大小小的活动，以电信大数据统计有30万人潮，造成交通大拍夹，民众怨声四起。议员陈怡丁伫总咨询，就希望日后规划活动的时间，会当甲民间协调。避免集中，充分发挥活动的效益。但是26号有政府办的台湾设计展甲餐酒嘉年华开幕，加上民间大大小小活动有40场，伫22个景点同时进行，而且多数拢集中伫市中心，甲中西区就汉路万圣节、赤坎万圣节等5场活动，而且观光旅局统计有30万人潮，造成交通大拍夹，互经过民众怨声四起。地区议员陈怡丁伫总咨询的呼吁市府日后活动时间一定要协调，避免集中，充分发挥活动效益。其实活动办理前，我们都可以预先知道它的时间。那同时间就这么多活动撞在一起，可想见的交通一定会塞爆哦。那是不是可以预先去协调一下啦？好，不管是官方或是民间，大家做一个协调，预先协调。那我想把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周末，一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了。科技公给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个未来我们跑团的时候也都会碰到。是，所以这个6日跑团我们在车上就是很紧张，好，大家真的是特别辛苦。真的交通组只有2个活动，像设计展跟餐酒节是我们办的，其他的民间办的。是。那所以说我当初也希望说，在民间主办的活动，说能够稍微疏散一下。
根据统计，台南市中心26号客日30万以上的游客，加上礼拜总共60万人潮，嘛，互市警局第2分局2天派出超过200名警力加义工来协助疏导交通。面对将来嘛有遐尼侪活动强蹦，议员强调，伫拼观光的同时，嘛要评估交通的配套，临时互市民一百多开。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面对2025年将建立超高龄社会，如何让长辈有尊严来安养天年？议员曾子杰伫总咨询，就检讨台南的老人福利机构、甲长期照顾服务，拢是以床为单位，认为无够优先，要求市府爱用公办民营的方式，积极规划老龄主体，嘛互经济落势有机会带入去。迎接超高龄社会，议员曾子杰伫总咨询关心台南目前老人福利机构甲长期照顾服务的老年人口，拢是以床作为单位。至于这款的照顾，敢真正会当互长辈有尊严来安养天年？是如何互健康的老人，还是相对经济较弱势的长辈，拢有机会带入去类似养生村等相关高龄服务的主体？所以会中要求市府以公办民营的方式尽速规划。现在的长者他其实观念也改变了哈，社会局长你应该也知道，他也不见得想要跟你们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然后好就好，不好呢还要看你们脸色，他也不愿意哈，活也要活得有尊严呐。所以这个乐龄住宅呢，我觉得社会局长你真的有必要跟市府团队哈，跟市长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这个乐龄住宅是不是可以来走向这个公办民营。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到老了都还很不是每一个人应该这么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很会理财，然后他可能退休了，身边还有一笔钱，然后足够让他去，比如说长庚的养生村啊，或是一些我讲的预警的那个乐龄住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经济条件。现在我目前为止，这个北门的这个北门医院那边部分，我们就变成采公办民营的方式，不过那个部分是以养护为主。然后那个养生这一类比较少。那另外一个荣家就是公办公营的荣家现在在这个永康这边，我有过去，我上个礼拜天有过去，荣家那边环境规划的还不错。以台南为例，4当前65岁以上人口才28万人，现在已经35万人，是因应持续老化速度甲趋势。议员强调，如何让老龄主体不只是大，更重要是要有健康出进、照顾弱势，甚至快乐生活功能相当要紧。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已经表态要参选后一届的台南市长，伊的言行成为市民关心的焦点。其中针对着伊当选市长，除了上班就是困的单位，互议员李宗仁认为是咧骗选票，嘛不满国民党联合在野党阻挡中央总预算议案，烦恼会冲击到地方，要求市长黄伟綽爱表态。议员李宗仁总咨询一开始真无客气批评国民党立委谢龙介，讲伊若当选市长，除了上班就是困，甚至下班也阁会开直播来回应市民需求的单位。对此议员质疑，这根本是迫使公务人员要来骗选票，乃是好市长。同时进一步针对国民党立委联合民众党阻挡中央总预算议案，烦恼连带会冲击地方延续性建设的预算补助，要求市长表态。他没睡觉的时候都在干嘛呢？这个就是我们行政院的这个总预算啊。是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中央预算到年底都被挡住了之后，会对地方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啊？会有影响吗？非常明显而立即的，就是说对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包括统筹分配款，以及包括竞争型的计划，因为我们台南争取了很多竞争型，跟其他县市一起竞争，然后我们计划被评审委员通过，然后就补助给我们，像这一类都会停。那因为根据预算法的规定说，如果延续性的，它可以
可以提拨80%，就是说像人事费啦或者什么，它人事费是一定要支出，但延续性的计划它可以支用动至80%。但是问题是，如果一直被砍住、被挡住的话，就算那个80%要动用，也招标也发包不出去啊。谢谢市长解释啊，我是希望说这个蓝军目前在挡这些总预算希望这个目前有说这个左口要跟这个蓝军这边协商嘛，蓝白。那协商的状况之后，可以不要挡这些总预算，让我们地方可以顺利好好的这个做事议员除了关心中央总预算无多新增影响地方建设以外，嘛提出不时传出中国籍私收仔被引来夜市卖，不过到底到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卫生局加强稽查，同时教民众对包装会当真紧的知影通分别。台南新闻军籍张硕伟采访报道。距离民进党2026年的台南市长初选，还阁有2冬的时间。有意参选的立委林俊宪，伫新营出席溪北宗教后援会的成立大会，除了总统赖清德送回拿祝贺，市长黄伟綽以及党内12名议员嘛到场，同时由太子宫主委柯清标带领溪北358间宫庙烧厅，场面相当盛大。伫台南市长黄伟綽等人的陪同之下，立委林俊宪来到新营太子宫参拜，随后参与由溪北地区宫庙联合替林俊宪所成立的宗教后援会造势活动。受赠旗予太子宫主委柯清标，向征溪北358间宫庙拢听林俊宪。另外，更是开474桌的宴会，5000外名的支持者到现场。议长柯丽丽带领党内12名议员来徛台。有的人嘛民进党的呢，走7、8档啊呢，恁俊宪打走1档呢，安尼会烦恼袂？我讲阮袂烦恼，为什么袂烦恼？俊宪一路行来。心心念念都是为着台南市的建设。我都欠伊情啊，食人一口，天人一斗，这实在做人的基本条件。后援会会中包含大多数信赖自由会的成员，正前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曾经提醒党内莫讲到2026选举，今麦的大动作就互外界质疑。对此，林俊宪安尼回应：我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竞选活动，这只是一个热身啦等我开始动了就知道了。低调再低调，虽然讲跟选举无关系，不过伫原台南县区的民进党赖系议员，拢亲向林俊宪联合服务团队的假压来走基层，相关建设争取嘛拢会讲到林俊宪，做求互伊提升知名度。台南市民所怀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伫台南虎头埤举办亲婴同乐嘉年华公益活动，邀请400多位偏乡长辈及小朋友参加，现场气氛相当温馨。古水的 Open 奖献身，替全场的长辈甲小朋友加油打气。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伫台南虎头埤举办嘉年华公益活动，邀请偏乡的社区学校大约400人参加。今年是第2次的举办这样的活动，那因为去年第1次举办这个践行活动的时候，引起很好的一个回响，所以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大家都蛮喜欢的，所以我们今年再次举办这样的活动。这次参加的对象是由我们基金会长期关怀的我们的偏乡社区的长辈共餐食堂，
偏乡茶艺班、偏乡客服班，还有早疗血统。伫活动现场会当看到祖孙牵手斗阵行路的温馨画面。统一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秉持着处置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落实关怀弱势族群的公益政策，号召一个企业家己做爱心，受到帮助的单位嘛会建感谢章来感谢。目前有11个赞助单位来帮我们赞助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顺利完成。包含我们统一企业集团里面有7个事业体，还有我们外部有4个事业单位。那么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活动能够给我们今天所有参与者，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会当看到长辈有活力的跳乱心操，还有各项在地表演、闯关游戏，提供舞台，让小朋友有机会展现自我，打造出老幼共融的友善社会。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第18届联合杯全国作文大赛台南初赛顶场。各高中小将近1200人参赛。这摆的作文题目生活化，同时融入语文素养，希望透过比赛，让学生把家己的想法写出来，是挑战，嘛是累积经验。联合报一年一度的作文比赛南区初赛伫台南建兴国中举办，高中、国中、国小加起来1095人参加。比去年加了200多人，代表这些家长甲老师重视写作。写作文本来就是在现在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还有指标。那我们今年在家长会的大力支持下，给了同学很多报名费的补助，所以这次建兴国中参加的学生就有超过350人。这摆作文题目，高中组是点亮建筑也是活动。国中组有一摆说话的经验，甲自我情绪共处，自主学习。国小是囝内底我看一场难忘的梦。我们这次写的作文题目是如何面对焦虑。那这种东西在我们国中阶段，面对很大的课业压力，是一个很需要面对的课题。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刚好很符合我们。素养题为主嘛。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小朋友需要充分大量的阅读，然后摄取一些户外的一些讯息，因为它有一些词汇跟字词的部分。国小阶段，因为中高年级的孩子还是着重在自我的这个生活跟成长的经验。那国中的阶段，整合自己的这个知识，跟能够做一些应用。到了高中的部分，更强调就是要能够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一些了解。尤其这次题目是结合在地台南的这个自己的想法。每一个阶段的题目拢有不同的所在。主要是引导学生思考、活化自身的经验，嘛会当借此增加写作的视野。学生兼家长拢认为，平常时就要培养好的阅读习惯，才会当随时应对，提升语文素养。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第5届赤坎万圣节伫台南市美术馆2馆头前热烈登场。今年跨宗教，邀请东方天上圣庙以及西方圣母玛利亚公台，坐上公车伫市区西景集合。活动现场也有顶头演出、新歌献唱，展现文化的结合。台南4点大天后宫担任今年赤坎万圣节的执行庙，特别请出将近10年没出门的开基二妈出巡，一群人花了不少功夫，才让妈祖顺利坐上车，精心打扮，提上爱马仕凯利包，出发迎接西方圣母。手绝对不可以摸手很脆。来到天主堂，在圣歌的唱诵下，圣母玛利亚也现金身。由于才刚修复没多久，手部特别脆弱，大家小心翼翼的让2尊圣母一前一后，在双层巴士上留下历史性一刻。把圣母像呢搬出来跟着大妈祖像一起绕境，表达我们要走入人间，关怀老百姓。真的很开心可以跟
西方的圣母都是一起办的活动。那这次也是个起手式。赤坎万圣节举办至今迈入第5年，以弘扬传统信仰文化为主轴。这次特别找来东方天上圣母以及西方圣母玛利亚来一场东西方宗教交流活动。经由这个游大街，让大家知道这个跨文化的交流对大家这个民族的融合是很重要的。在南美2馆现场，不仅有天主诗歌的演出以及宋江阵头展示，另一头则是看到信众拿香拜妈祖，虔诚地向玛利亚鞠躬致敬，形成多元民族融合的景象，正好与台南400精神契合。记者出怀谈的报道。一间伫北部起家的新创饮料品牌，以天然原料来制作，掀起清新自然的风潮。这摆选择来到台南市场，制出全台首创的蜂蜜夹心饮品花蜂奶奶，做主打商品，丰富的口感，让人客找来新的体验。香醇的花生酱大坨大坨的挖下去，加进牛奶里，挤出蜂蜜提味，分2次加入冰块，用搅拌机打碎，倒到杯子，用奶油点缀，再淋上清甜纯正的蜂蜜，这杯花蜂奶奶花生蜂蜜夹心冰沙就做好了。冰凉香甜且浓郁的花生牛奶冰沙，把蜂蜜自然的完美包覆，绝妙的滋味，只要铜板价就能享受。很好喝其实我觉得不会太甜，也不会太黏腻这样子。自然甜，我们标榜就是自然的甜，我们其实东西都是不加化学的一个成分。打出灵活运用台湾天然好食材，从顶级蜂蜜、台湾好茶到鲜甜水果，严格把关品质，只为呈现出纯正的自然滋味。这间手摇饮界的新兴品牌，今年才刚成立，瞄准南台湾市场，将第4间旗舰店开在台南民族路上。今年的自然甜的话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加盟者，他们非常的想要加入我们。其实今年的话，我们目标12间店，特地引进 AI 制茶机。那其实它的功用的话，第一个我们会稳定品质，好，然后第2个的话呢，我们就会省员工。除了以创新的口味吸引消费者，品牌还特别研发 AI 制茶机，将饮品制作过程透明化，稳定饮品品质，减少茶汤物料的浪费，同时简化流程，节省人力，堪称手摇饮界的得力助手。记者苏怀谈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28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4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4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
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我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释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释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打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释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释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河的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释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释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我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释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释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
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